高中篮球联赛 HBL 的总决赛伫3月初8、初92日举行。摆女家长会是互家长投诉讲因家长会设计一个大礼包，一个座位卖5000外块。台北市教育局是强调讲无应该安尼做，摆女家长会嘛表示讲会甲钱退互家长。有够有活力，学生伫球场顶悬投6杆细粒杆电球机。113年的高中篮球联赛 HBL 总决赛要伫3月初8、初9开始比赛，但是台北市立北一女中的家长会所互投诉讲，家己规划总决赛的加油区200个位配加油棍悠游卡含乌烟的衫顶顶，包装做摆一专属的 HBL 大礼包，用5281块这么悬的价值咧卖，引起争议。对这高中体总讲反对学校私底下卖票的行为，从来没有同意，不认为这是可以用来贩售的一个方式。那校长第一时间也说，他们是目的是要募款。那我们也沟通到，其实募款有很多方式，那用这种方式呢，很容易造成外界的误解。高中体总的秘书长朱彩虹讲，第一时间已经和北一女的校长来联络，学校方面嘛已经甲卖公告来落价，而且伫学校的官网公告回应，表示讲伫短短2点钟已经有100个人登记嘛完成汇款，干那其他的家长是无认同这个募款方式，已经请家长会暂停这个募款活动，而且照捐款名单来做退款。实际打电话给北一女的家长会，因是假调无愿意回应。原则上啊，加油区的座位，不应该拿来作为就是大礼包的内容之一。我原则上是提供给该校的学生来为自己的同学加油。另外，卖北一女大礼包的行为，敢有犯着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第24之1条的纪律？台北市教育局体育和卫生保健科长吴清官讲，会阁和中央主管机关来了解后壁应该安怎来处理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